没啊没啊。今日阿豪我破病哦，等下好，你甲带者，你甲带者。不过我已经做一个查某囡仔嘞。哎啦，查某干你落台，搁穿好衫也是啦。会记了，会记了。小喏，林慧蕊，定娘担生我一人。哎呀，因缘到时阵也袂定，害阮心头有闷，想要来去花园游赏百花，爱干何在？爱干何在呀？阿妹，这里阿妹，阿妹走者，哎，哎呦，这困，哎，这困了，这个点叫做干了。爱干何在？我是叫查某囡仔，哪会走一只好嘴？你这个死鸟仔宝啊！人我是咧叫查某囡仔呢，你是来这要创啥物？紧落台啊！哎呦，搁你安尼鸟，叫你落台你是无听的？哎呦，走啦！哎呦，你紧走啦！哎呦，紧落去啦！甲你讲落台啊，好落台啊，哪袂着你？你是要安怎啦？紧落去啦！那是不是太离谱了？洗手，快去洗手！快点！姥姥，吃饭啦！快来吃饭啦！来了，姥姥吃饭了。总于要叫吃饭。对呀，赶快吃。哎，小心。话讲完了，笑归笑啊，你们要记住哦，有空啊要常常回来看这个姥姥啊，要不然姥姥太无聊，一天到晚跟这个花儿哎。会了，永康嘛。好了，我替姥姥说了，姥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常常都是1年3节才会回家陪老人家。那平常的时候呢，自己认为自己忙，老人家因为体谅呢，老人家也就不要求。可是实际上呢，只要年轻人回来陪姥姥啊，陪老人家，老人家都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除了过年过节之外呢，有空一定要常常回家陪老人家。还有，我知道，你看全家团聚的时候，唱歌、跳舞，多快乐啊！姥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啊，中国人过去啊，生活啊过得太严肃了，希望从今年牛年开始呢，大家都能够唱歌、跳舞，让自己过得快乐一点。还有，记住了哈，还有姥姥没唱歌。哦，对，姥姥还要唱歌。当然要。姥姥唱歌，你们来陪唱。好。我唱的歌仔戏你们会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也得会。会。我们来唱的歌啊，要祝福我们的观众朋友，他陪我们那么多几个钟头里面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一起呢，用歌仔戏的乐曲，也可以唱国语的发音。我们来唱个歌仔戏，好不好？好，姥姥请。